咩話？點啊，唐伯虎？你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。我哋出實陰我。我哋成日都會用你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呢句民間諺語嚟表示我聰明過你，同我鬥智，我仲有後着。咁大家又有冇留意到過牆梯嘅出處係源自春秋戰國，而張良係楚漢相爭嘅年代。哇，兩者相差成100幾200年，究竟呢兩件事又有咩關聯呢？張良有計，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嘅故事，相信都已經係家傳戶曉。而最為人所熟悉，肯定係項羽擺下呢個鴻門夜宴。呢場本來要劉邦有去冇回嘅奪門飯局，就俾張良以精準嘅預測，繼而巧妙嘅佈局，跟住打埋心理戰，見招拆招，成功令去老細劉邦全身而退，執翻條命。張良嘅足智多謀同埋精通奇門遁甲，係漢朝嘅重要開國功臣，亦係代表智慧嘅象徵人物。所以中咗張良計，肯定一身蟻。咁過牆梯點解又可以同張良計相提並論呢？講到呢條過牆梯，就要提到魯班啦。魯班原名公孫班，00後嘅朋友相信對魯班認識唔多，大多數都係知道佢發明嘅木器巧奪天工。須知道發明一件工具係需要有非常豐富嘅多面知識同埋經驗。正所謂差之毫厘，謬之千里。對於原創嘅發明產生出嚟嘅利同弊，亦要控制於股掌之內。而經佢手到今時今日仲用緊嘅出品多不勝數，連你自己用緊都未必知啊！被譽為工匠嘅祖師奉若神明，魯班嘅智慧固然不同凡響。再講返魯班發明嘅過牆梯，佢嘅出現同張良計嘅目的係一樣嘅，都係為咗用嚟打勝仗。其實過牆梯亦即係雲梯。現代消防用嘅雲梯同樣係採用呢個原理。古時雲梯嘅底部係用人力移動，而梯本身可以調節高低，靈活性喺當時嚟講可以話非常之高。將雲梯升高勾喺城牆上，就可以跨過城門直接登城㗎啦。又或者用嚟俯瞰敵方城內嘅形勢，知己知彼就可以設計出完美嘅攻城策略。咁不論係張良計，抑或係魯班嘅過牆梯，都係運用深刻互動、用智慧破局嘅博弈之道。但係你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呢句諺語，其實並唔係同你分析邊個叻啲，而係想表達任何事物都處於互相制衡嘅規律，係唔會有絕對嘅輸贏㗎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我係你哋嘅導師雲逸陽，希望有緣分喺奇門2班裏邊見到你哋。